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7月15日，以诗篇来祷告的改变因子5，团体凝聚力。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10篇到111篇。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111篇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戴德生曾经讲过，哪有先开音乐会然后再调和乐器呢？每天读经祷告，先与神调和，然后再与人见面办事。我相信我们这几天的这个主角阿嬷，可以说是一个改变了阿嬷哈，是一个不认识字，但她却是一个有福的阿嬷哈。她其实很知道这件事。她信主之后，真的是就像戴德生所说的真的是每天读经祷告哈，他先跟神调和，然后他才去跟外面的人接触哈。从今天的经文111篇，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有诗人这位圣灵跟我们而已这真的是一个团体因为呢在我们诗篇里面会谈到很多的人过去那其实我们是一个群体，这其实就是一种人际，只是我们是超越的是这个团体的凝聚的意呢，其实意思就是说，在团体当中，我们可以互相支持接纳，我们可以有着共同的问题那因着这些我们有共同问题，我们可以紧密在一起就像我们前几天讲了，有普通感我们彼此支持还资讯我们也可以彼此传递这些其实在我们祷告当中，最主要是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团体我们的改变辅导也好，我们团体的諮商团体治疗也好，我们那个治疗者其实就是这位上帝，这位圣灵，他就能够知道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在丢接球我们的脑中超自然把我们的连接，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改变的新眼光视野。从我们今天的经文也一样，更是今天111篇特别的是，这篇连耶稣都进来了你说这个不是旧约吗？怎么耶稣会也进来了呢？是因为这讲到这位主是谁呢？我们来看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在哪里听过？谁讲过这句话有吗？谁讲过这句话呢？这个主是谁呢？正是主，指着主耶稣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真的是在历世历代的在这一位上主，这位上帝他所设立所护庇他所安排，他的神安排里面，让我们互相贯穿整个圣经的核心使我们一起可以被神改变，透过他们过去所经历的，透过主耶稣，也在这里也认识到我们所相信，后来为我们受苦受死受难，第3天复活升天，领受他的救恩跟荣耀，就是这么奇妙这个第111篇真的是这么奇妙短短它只有6节，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引用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是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兴发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地，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最后要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我们前面说的这一位很神的阿嬷被神改变了这个阿嬷，她何以会从婆家这么被苦毒赶出家门？家大业大的婆家竟然把她赶出，那她何以还会信这个家大业大的这位神？她没有去信她娘家的所敬拜的神，是因为她有机会去教会的时候，她听到上帝的话，这些听我一扎公斗笠啦其实是真理他们都有这样子的聪明那你怎么不来求告我？这个阿嬷很聪明她想来想去，她因着听着这样的福音，也听着她没有放弃，她持续跟着她先生去教会，虽然她还没信主，但她听到神是不放弃人生爱，神有全能，所以她抓住说，我要成为我婆家那些被主你祝福的人，我也要得着祝福。牧师说，我要看人，看神不看人。他看到历世历代，特别大卫、约瑟的故事对他影响很大，因为约瑟的故事到50章的时候说，人的原意要害我，但神你的意思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真的很奇妙，它让我们真的能够超连接在这个群体里面，而这一位可以调度万有的主，他能够让我们的脑筋重新建构新的思维，让我们有新的视野，就不一样了。像这位阿嬷一样，我们这几天在提这位阿嬷，不认识的阿嬷，讲北维的阿嬷，很聪明的阿嬷，她知道我要这些赶我出来的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主，我不要看人，我看神，而且我相信神你是公义的。我们前几天有讲到，后来这些家大业大的，不管是这个小姑或者是小叔，几个小叔，后来他们很早过世，还特别请人来到，请我阿妈，请这阿妈来到这个病床边，跟他道歉，请你原谅。而这个阿嬷比这个小叔夺取财产，夺取这个用不好的手段夺取所有属于他长子名分的房子一排，但你看到这一位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敬畏神，好吗？敬畏神真的是智慧的开端因为这位神我们要来赞美他，因为111篇说，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在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与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神可靠，是因为他跟我们立的约。最后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有智慧的人吗？我们当来敬拜，来敬畏这位神，好不好？我们来默想，诗人看见神的作为而称谢神，我有没有常来考察神的作为呢？在111篇第2节，有吗？考察跟做聪明人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的决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从历史历代，你也从在我们身边的人，比较近的比较远的，主啊，我们都属于你这个群体。主啊，因着你是超自然的，你是超越时空，你调度万有，在我们的祷告读经当中，你改变我们。主，你运用这些人怎么信靠你来启示我们，你来调和我们，使我们跟你和好，我们跟人跟自己和好。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当起来敬拜赞美，我们当用我们的行为来说，我们要敬畏神，敬畏你。我们全心信靠你，主啊，我们是那有福的人。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要是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就有了智慧的开端哦。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就会是聪明人。我们明天见。